哇啦！你是安怎？你无代志做，你三更半暝，甲叫我来，这是要创啊？真奇怪呢！你唔通袂记人，迄足无简单，迄药啊，无简单，讲答应要甲我结婚，而且佫要甲我白条偕老，阮两个即马等你安尼长长你，安怎讲甲偌好诶，敢知？恁两个代志我即摆听袂落去，我会这么气喘喘，佫喘到安尼甲你揪你出来，你拢无注意到我的五官呢？你的五官我也毋是毋捌看啊！你迄目睭哪会斗晒数？我知，你一定迄你迄间白庄吼，啊将来倒去弄落你的目睭对？毋是啦，无啥我别讲，我你讲啊，我问你，这两天你是毋是有食我的命，出去外口甲人安尼好要死，好好唔留自己？有啊无？你即摆是你讲啥？我咱啥拢无，我后悔，我来讲用你的名竟然好要死，好唔敢落喙齿，无可能，我是帅哥，唔通袂见呢。我唔免去用你的名，自动迄款的美女就会骗我来。我唔相信。我咧讲哦，我的名这两天拢你咧用哦。对。啊，无会发生这个代志，足奇怪呢。今仔日发生一个代志哦，有一个查甫，一个查甫，搁一个查某，搁一个查某，两个带着转去我的别庄茶房迄个所在。去到遐转就看到我，迄个查某转对我起笑。介哩款，可能是安尼啦。但是迄查甫问讲我的名号做啥，我来讲报告，或者倒救，伊拢无讲啥哦。伊怎甲嘣？怎安尼啦？这波查某穿插足奇怪，因两个秘书介绍的蒙古来的。讲话咧，会回音啦。安尼哦，哎呦，我会惊啦！我来看卖啦，讲正经的啦，你就叫我木安尼啊？我若甲你去迄别庄，伊嘛共我甲木安尼。无啦，唔肯。我讲，这两天因为倒酒这两字拢你咧用，我敢若无爱。一定你变几个跟我来。我要选，你要选。我甩个劲，嘛是的，咩拢停伫遮啦。我揪掉咧。哎呀，拜托啊，你揪有闲，敢袂输我欠你花仔钱咧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跟我来，因为，咱讲实的，迄可能无要紧。是安怎无要紧？因为迄查某是看迄敢若外蒙古迄款的迄个，可能是要来揩油的。若摕淡薄仔钱哦，可能会当消灾。讲到钱啥？讲到钱就袂大办啦。讲到钱，我是好嘢啦，我是大公主，所以讲到钱会当解决，绝对无问题。嘿嘿，这互我就好，绝对无问题。去茶房行。阿弟啊，你也看卖，因两安尼鬼鬼祟祟去迄茶房的别庄，唔知要创啥物呢？哎呀，我有听迄话尾，那真着讲钱，那像钱啊，啥物代志的款呢？哎呀，不管因要创啥物啊，咱甲对后边来去看卖，就知影因要创啥物啊。等下，哦，奇怪呢，恁两边啊，哎呦，手安尼扭条条啦，暗时毋困，哎呦，成啥物体统啊？阿娘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伊是我的阿爹呢，安尼牵手哪使要紧啊？啥物无要紧啊？阿爹是阿爹啦，哎呦，安尼手安尼扭条条，若去互别人看着，红讲闲话呢。莫安尼闹三八啦！我家己个查囝甲牵手哪有啥关系？我若较正，要甲摸着倒下啊！在厝内面啊，你惊啥啦？好啊，无要甲你搭喙鼓啦。我问你呢，恁两个才暗困是要去倒啊？阿娘，我甲你讲哦，拄则我迄两个哥哥因两个哦，安尼鬼鬼祟祟，对迄白庄去，唔知要创啥物呢？对，哦，迄茶房哦。是啊。真是有这个代志，哈？是啦，就是安尼，我毋则讲邀两个要来看卖。唔免邀的啊，等即句有春的啊，算讲是你的人啊啦。啊，你去看安尼就好，我甲恁老爸踮大厅等你，紧转来甲我报告，哈？你别去啦，行啦，你行啦。哎呦，放摆啦！今仔讲叫你找一个倒酒的两字尔，一困人甲找到两个，安尼我要送互啥物人？小妹啊，你讲迄个家己的切去，你唔通袂记哩，你是要来报恩的，唔是要来报仇的呢？较俗女咧哦。我要来报恩爱淑女嘛。行，我叫你看。好。
哎呦，安尼有俗就对。对，我这样形象。免味啦，两个跳出来啊啦。快紧啊！嗨，来坐啦，歹势，甲你叫了啦。快紧啦。是讲这位小姐，你安尼吼有啥物代志，咱大家慢慢啊讲，有两啊讲吼，大家就会了解。莫安尼大细声，我足无胆，万一你若较大声，我打出来拍无去。我让你来，啥物人叫真正的斗鸡喂？啥？我。前个小姐因到底是啥物人？是啊，即摆是意思讲，你要找迄个倒机的迄个正人，敢有啥物问题哟？哎呀，这互你讲。好，这我，当然是有目的的咯。我甲你讲，人讲冤有家，啊仇有主，爱找到对人啊，知无？知影。诶，你有看到无？即摆即个就是甲我，迄个啦，敢若看穿衫你就知影。迄穿迄款头壳佫带型的哦，迄叫做千山我独行，唔免小送，唔对，迄款啊，只叫做保镖啦。啊那迄个查某，迄查某佫暗这有无？迄叫做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面。哦，这款也算边疆的，这一定唔知什么楼，倒一楼的。谁甲你讲啥物楼？水泉宫。哦，酒家。我知啦，水池江的地下我捌去啊，讲正经袂歹，内面的袂歹，哦，内面这位小姐足水，而且每一个拢有臭臭味。我都知你一定是用过我的名去啊，共签销，人即摆来遮得要讨钱，对唔对？我哪有啊？若要签销，我嘛签我家己啊。讲正经的签你的名，我替你拍知名度，我免签我家己的拍知名度。好，恁两个搁拄在咧演戏啊？阮这回来无歹意是可以的啦。啊，好。哎呀，你过来，你和我来讲就好。好你。啊，算唔知影哦，唔知安怎样哦，我最近拢定定咧迷茫啦，迷茫讲我阿妈伫咧甲我托梦啦，讲我甲个一个倒机的吼，我两个人是宿舍有缘，叫我终身都爱活可以。讲正经的，你家己爱忏悔，你家己爱搁检讨。你啊看，敢若用你的名，两工仔尔，迄水查某囝自动骗我来，无你臭介人演就演，这毋是名的关系哦。拜托的好无？我是毋是恁大兄？对啊，我即摆吼有一个困难，你一定要甲我听的。我绝对甲你听，无论以后一定要甲我斗三工，我一定甲你斗三工，名姓我。我袂答。讲正经，我借问的，你是毋是我的大兄？对。人家讲中兄为兄对，所以你一定要照顾我这个小弟。对。你的巴肚足大的对，这真有度量。对。所以你的名既然借人，就袂用随便人讨对，对无？我不干。打呀打了！这位姑娘，怎样？我如今一定要坦白讲，老实讲，拢总讲，做一摆讲，兼记得讲，听我用笔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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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啦哩哒哒哩啦哩啦，啊哒哒滴哒哒哒啦错。照过的代志就是安尼，若讲这个倒酒，就是我本人啊！啥？你何做倒酒的哦？哎呦，爸比啊，不要有成啦！你规个面糊拢揪揪的。哎呀，我会通讲真好，亲像这款型的，就是我介意的型啦。真正有咱两个讲有迄个缘分哦。迄当然嘛是真实的。哎呦，姑娘，未知是毋是会当四在下一道红颜呐？啥叫一道红颜哈？看你的面啦。好看我的面咯！哎呦，感谢你，你免看，敢若看这个型的，你嘛知影讲水在底。好啊，你是倒位来小查某啊？来遮怪查某人，我今日就要甲你看清楚。啊，看是安怎样？汽水袂拉吧，爸爸。